TVB 喺2026紐約電視電影節總共攞咗7個大獎，包括1個金獎、2個銅獎同4個優異獎。金獎係刑偵12宣傳片，喺電視劇宣傳組別奪金。2個銅獎分別係2025香港小姐競選決賽喺製作設計美術指導組別得到銅獎，同埋新聞透視宏福苑5級火喺時事節目組別攞到銅獎。至於4個優異獎，包括2025父親節宣傳片攞到電視台形象宣傳片組別優異獎，新聞女王已得到劇集組別優異獎，女神配對計劃攞到綜藝節目組別優異獎，仲有新聞透視詐騙員進化攞到公共事務節目組別優異獎。今次係呢個國際盛事第69年公佈結果 ，TVB 喺劇集、綜藝、新聞專題、宣傳同製作設計各方面都展現到實力。